嘉义特教育基金会八当来回馈乡里，做好地方，除了协助台南市国小发展传统艺术及家庭，也关注生活内容，和边缘户依照需要采买家庭用品。我们有感于边缘户的这个生活经济更加困顿，所以我们也开始赞助每一年边缘户呢1000户每位1000元的现金或礼券这样子我们也希望所有的企业在自己企业经营获利以外，除了照顾自己的员工，行有余力也应该要兼善天下，照顾回馈这个社会。今年总共捐赠100万关怀金，予咸水下营6甲关田1000户的边缘户。另外，也提供43间学校86万的奖助金，协助学校团结教学。由市长黄伟綽代表收证。同时，递件感谢状来表达感谢。这样子对我们不仅是教育或社会都有很大的帮助，也让边缘户得到了寒冬中的温暖，也让我们学校在传统民俗技艺上面的传承能够更无后顾之忧。那谢谢嘉尼特庄董事长，也谢谢这个世华大台南分会以及台南市分会的各位会员，人美心美，也能够带给台南市。这个社会上需要帮助的朋友们，嘉义特教育基金会长期关注基层教育，致力关怀弱势偏向公益，希望透过捐赠活动抛砖引玉，让更较多企业团体来帮助社会。台南新闻出版采访报道。